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办法会拄到大风雨，现场是绿苍苍，阁有民众来送病院。这是发生伫咧屏东的里港，当地乡公所伫咧第一公墓灵骨塔来举办普渡的法会。 过道常常变一阵的雷阵雨，这风雨是有够大，甲这个布棚皮仔架吹甲拢挽起来，甲20个民众讲着伤，其中有9位民众来送病院。另外，伫咧台南的中西区，嘛是伫咧短时间内落大雨，大水透袂离，市区拢积水了，民众是无奈苦中作乐。 西北雨够大，远看过，这布棚架拢倒去，有够危险。伫几分钟前，敢是翕到普渡的布棚，风一日吹，拢一直害，摔来都变过。乡亲有看到眼前这个画面，惊一条。现场有20个人未赴走，有一半的人被跌着伤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其中有9个人送去病院，有一位44岁姓郭的小姐被卡着面，伤势正严重，需要入院。送往保健屏东医院及旗山医院救治。中火现场工作人员无因力处理，成立落甲满4架。代志发生伫屏东里港的灵骨塔。 昨办普渡法会，想要到落西北雨透大风，将这布棚架拢吹甲变过，有真侪人受伤，现场乡亲拢惊到。有啊，就昨天风还有下雨蛮大的，还有下冰块呢。好，医疗费用的状况哈，我们这个公所都会全权来做处理。另外，台南中西区昨下晡嘛落雨，顶仔卡拢积水，倒我甲椅仔拢浸入水内，乡亲嘛真无奈。小朋友虽然真欢喜哦，但是想起来是真哀怨的代志啦吼。 气象站表示讲，最近热对流较旺盛，较到落西北雨会造成真侪所在积水也是淹水，当时要提醒乡亲，这款的天气会维持一段时间，请乡亲加注意安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